有一日，一位傷殘人士上到嚟7樓，見到我，問我傷殘人士用嘅洗手間喺邊度，我就指俾佢睇啦。於是佢問我點解冇任何指示牌嘅，我答唔到佢。不過我可以俾一個提示佢，佢可以由呢一度地方進入去，係比較快捷。喺呢一個入口，先上3級樓梯，經過 Green Space， 沿住呢一條路，再落2級樓梯就可以到達啦。不過坐輪椅嘅傷殘人士就要額外留神啦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要先推開呢一道防火門，然之後再拉開呢對防火門，先至去到裏邊嘅傷殘人士用嘅洗手間。喺呢一度提一提啲坐輪椅嘅朋友，因為呢個工廠大廈安裝咗好多防火門，所以你去到任何地方都要留神。萬一喺呢一度發生咗意外，喺呢一個一埲牆、3對門嘅空間裏邊，就算嗌救命，我哋呢一個中心冇乜人嚟㗎，所以未必有人及時可以救到你。呢度就係傷殘人士同嬰兒專用嘅洗手間啦，地方幾寬敞㗎。不過要喺度提一提大家，就係呢一棟工廠大廈嘅水質問題啦。有冇睇到啲水質係混濁嘅？如果你話都唔係好混濁啫，咁請你入嚟我呢個單位，你睇一睇嗰啲水質啦。今年08年雨水特別多嘅，每一次打大風落大雨呢， GCC-AC 呢一度呢就會有水浸嘅問題嘅。你會見到呢啲雨水呢不停咁樣打入嚟。最誇張嗰一次呢，啲清潔阿姐話呢啲水湧到入嚟。呢2部 lift 嗰度，點解每一次打風落雨都會水浸嘅呢？就係同呢個工廠大廈嘅設計呢好有關係嘅。喺呢一度呢係冇乜去水渠嘅，咁唯有解決嘅方法呢，就係臨時喺啲外牆嗰度鑽咗好多嘅細孔，希望可以做到排水。但係啲去水位有冇真正發揮到作用呢？一到打風落大雨，啲清潔阿姐就會好辛苦㗎喇，不停咁樣去掃水，同埋去垃圾房嗰度攞啲沙袋，做一啲防水嘅工作。好，出發放沙袋行動1，先放個最近嘅位置先啦。不過都要經過2對防火門先至放得到。再出發行動2，出發行動3，
4。係咪做到索晒你咧？所以當有一位阿姐同我講，佢喺殘次嘅洗手間裝2桶水，然之後洗晒8層樓嘅男女廁洗手間嘅時候，我仲點好意思同佢講，你做得唔夠專業咧？啲清潔嘅阿姐成日話喺呢個中心做嘢做得好辛苦，以下個片段或者可以俾到答案你。呢一度就係 JCCAC 女生用嘅洗手間啦。環境係咪充滿創意同埋藝術氛圍呢？設計建造呢一度洗手間嘅人嘅思維好特別㗎。呢一度一個轉動開關嘅水喉都冇㗎。佢哋認為用洗手間嘅人只係洗到手，就叫做有完善嘅設施㗎啦。唔知佢哋有冇諗過啲清潔女工係點樣攞水嚟洗手間嘅呢？唔知啲人有冇諗過做清潔係需要大量嘅水？又或者呢一個中心覺得喺呢一度根本係唔會有人嚟，所以都唔需要安裝任何可以自動開關嘅水掣啦。講起掃水倒水，不得不提呢一座翻新工廠大廈嘅設計師，就係紅豆豆口中成日讚嘅米塔夢幻4人組合啦。年青有幹勁，唔理外面係乜嘢地理環境，總之創意行頭，出手闊綽。就喺今年4月啫嘛，為一位貴賓喺 BBT 開咗個盛大歡迎晚宴，結果豪花100萬。哇！邊位貴賓咁勁啊？咪颱風滿紅咯！